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滋味人生，我係維心。今日想同大家聊聊食呢件事。到咗我哋呢個年紀啊，其實對食嘅東西越嚟越挑剔啦。呢個都唔係講我哋要食多貴嘅山珍海味，而係我哋更在意食身嘴禮嘅應，到底自唔自然，安唔安心。前兩日我去咗一趟海邊，探望一位認識咗幾十年嘅老土海人，我哋都叫佢陳伯。陳伯喺海邊吹咗一輩子嘅海風，睇緊咗潮起潮落。嗰日我睇住港口偏熱流嘅魚市心理，就喺度諗，現在科技咁嘅發達，好多魚蝦都能夠人工養殖咗，雖然產量穩定咗，但係總覺得少咗咁一點點小時食到嘅種鮮味。我就問陳伯，現在市面上到底係有沒有嗰種純野生嘅非吃不可嘅好魚呢？陳伯笑住眯起眼睛同我講咗幾種，連佢都沒辦法人工養殖嘅魚。今日維心就將呢啲大海送給我哋最珍貴嘅禮物整理出嚟分享給大家。呢啲魚每一條都係喺大風大浪裏長大嘅，係大自然真正嘅恩賜。講到呢度呢，第一種魚相信大家喺餐桌上邊絕對唔陌生，佢就係我哋台灣人非常熟悉嘅白帶魚。你可能會覺得好奇，白帶魚呢麼常見，難道沒有人養嗎？陳伯告訴我，呢啲白帶魚啊，個性可是相當剛烈，佢哋生活喺深海60到100公尺甚至更深嘅地方。大家可以諗象一下，深海嘅水壓是非常大嘅，白帶魚習慣咗嗰個總高壓環境，一旦漁網把佢哋拉離深海，隨住水壓急劇變小，佢哋嘅魚鰾就會因為壓力變化而膨脹甚至破裂。呢個就係為咩我哋喺菜市場從來沒見過游嚟游去嘅活體白帶魚，因為佢哋一離開嗰個深邃嘅老家，往往就已經結束咗生命。再加上白帶魚性子急，喜歡直立着身子喺海裏休息，呢個種獨特嘅習性，人工魚池根本沒辦法滿足。所以啊，當你喺市場睇到個銀光閃閃、似把武士刀一樣嘅白帶魚時，你可以放100個心，嗰絕對係100%野生捕撈嘅。呢個種魚肉質細緻，煎得香香酥酥嘅，咁種嚟自深海嘅鮮甜，係任何飼料都餵不出嚟嘅味道。對於我哋想要補充優質蛋白質嘅朋友嚟講，佢含有豐富嘅不飽同脂肪酸，係保護心血管嘅好幫手。跟住要講嘅第二種，於是好多家庭主婦嘅最愛，咁就係馬鮫魚，亦即係我哋常講嘅土魠魚呢類嘅家族。呢類魚陳伯形容佢哋係海裏嘅長跑健將，佢哋天生就係要喺廣闊嘅大海裏高速游泳嘅，佢哋游動嘅速度非常快，而且需要長距離嘅回游。為了維持呢種高強度嘅運動，佢哋需要非常高嘅溶氧量。如果你將佢哋關喺狹小嘅人工魚池裏，佢哋會因為沒有足夠嘅空間衝刺而產生強烈嘅緊迫感，甚至會因為撞擊池壁而受傷。雖然限喺技術上或許能勉強養活，但係嗰個成本，光係水電費同埋造浪設備就遠遠超過咗魚本身嘅價值。更重要嘅係，野生馬鮫魚因為喺大海裏不斷運動，肉質非常緊實 Q 彈，唔管係攞嚟做成魚碗鞋，係切片香煎，咁種口感係鬆垮垮嘅，養殖魚完全比唔上嘅。而且呢類魚通常刺比較少，對於我哋牙口稍弱或者怕麻煩嘅長輩嚟講，食起嚟特別方便又安心。再嚟呢第三種魚，講起嚟就比較嬌貴啦。佢被稱為海魚裏嘅白富美，講就係銀雙。每到過年過節，桌上只要有一條大銀雙，咁可係非常有面子嘅事。但係你知嗎？銀雙被業界公認為係最難伺候嘅魚之一，佢哋膽子非常細，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受到驚嚇。一旦被捕撈或者放到人工環境裏，佢哋會劇烈地衝撞、拼命掙扎，呢往往導致佢哋身上嗰層漂亮嘅人鱗脫落。最後因為受傷感染而離開，而且雲昌對食嘅要求急高，普通嘅飼料根本入唔到佢哋嘅口。如果喺高密度嘅養殖環境之下，佢哋好容易生病。陳伯話，算嚟算去養一條銀雙嘅成本，比去海裏揸一條蟹要貴上好幾倍，根本唔划算。所以市面上嘅銀雙幾乎都係大自然嘅傑作，佢哋肉質潔白、細刺好少，味道鮮甜得不得了。
對於消化功能比較弱嘅朋友，清蒸銀霜不僅好消化，嗰湯汁拌飯更係絕配，能夠我哋胃口大開。接下嚟要介紹嘅第4位朋友係小黃花魚，大家要注意係大黃花魚蟹。喺確實有人工養殖，但小黃花魚目前係完全依賴大海捕撈。為啲咩呢？因為小黃花魚對生活環境特別挑剔。佢哋喜歡待喺特定嘅沙泥底質同水流條件下，而且佢哋個頭比較小，長得亦都慢。以經濟角度嚟睇，養一條小黃花魚花嘅時間同飼料錢，同佢最後賣出嚟嘅價格相比，實在係沒有啲咩利潤空間。所以漁民們更願意讓佢哋喺大海裏自由生長。小黃花魚雖然個頭唔大，但肉質確像蒜瓣一樣，一瓣一瓣嘅特別鮮嫩。家裏如果有小朋友或者老伴喜歡食炸魚小黃花魚，絕對係首選。外酥裡嫩，嗰股鮮鮮味，仿佛把海風都帶到咗餐桌上面。第5種魚係秋天最美嘅味道，亦即係秋刀魚。講到秋刀魚，佢可是物美價廉嘅代表，被稱為松仁嘅捕魚。呢個種魚有一個非常特殊嘅生理構造，就係佢嘅腸子好短，幾乎係直直嘅一根。呢個意味住佢哋消化非常之快，需要不斷地進食先至能夠維持生命。如果人工養殖，咁就得一日24小時不停咁投餵飼料。呢個人工成本同飼料成本太高啦，再加上秋刀魚對水質同埋水溫非常敏感，稍微住得唔舒服就胃亂撞。而且野生秋刀魚嘅產量其實非常豐富，每年秋天佢哋從寒冷嘅北方游落嚟，累積咗滿滿嘅脂肪。呢個時候捕撈上嚟，簡單抹點鹽巴敲一敲，講油脂吱吱作響嘅聲音，光聽就讓人流口水。秋刀魚含有豐富嘅 Omega-3 脂肪酸，對我哋嘅腦部健康同視力保護都有好大嘅幫助。價格又咁親民，真係老天爺給我哋嘅平民補品。第6種魚長得可能稍為梅咁討喜，但內在確好溫柔，佢就係薄皮魚，有啲地方亦叫馬面豚。為咩叫薄皮魚呢？因為佢嘅皮比較厚且粗糙，煮之前得先剝掉。雖然佢外表睇起嚟有點怪怪嘅，頭大身子小，亦沒咩色彩，導致佢喺提煉嘅高級市場裏不咁受寵。正因為售價不高，自然亦就沒人願意花大錢去研發點樣養殖佢。但係為心要特別推薦。咁各位長輩，薄皮魚真係我好醜，可係我好溫柔。佢嘅肉質非常結實，而且最棒嘅係佢幾乎沒有乜嘢細小嘅亂刺，只有中間一根大骨頭。呢個對於我哋上咗年紀、眼神沒咁好、怕卡到魚刺嘅朋友嚟講，簡直係完美嘅選擇。攞佢嚟煮湯，湯頭味呈現一種奶白色、鮮味濃郁，喝落去暖心又暖胃。第7種魚係海洋裏嘅群居小精靈——沙丁魚。沙丁魚喺大海裏都係成千上萬條一齊行動嘅，佢哋嘅繁殖能力急長，數量非常龐大。既然大海裏隨手一撈就有咁多，人類自然就沒有必要費心費力去養殖啦。雖然沙丁魚個頭小，價格亦便宜，常常被攞嚟做罐頭，但你千萬別小睇佢嘅營養價值，佢可係被稱為海裏嘅人式放廠，鈣質含量非常豐富。我哋到咗呢個年紀，骨質流失得快，多食點沙丁魚，唔管係乾煎蟹係燉煮到骨頭酥爛，都係補充鈣質非常好嘅天然來源。呢個真係嗰種便宜又好或者嘅最佳證明。最後一種第8種魚叫做豆腐魚，喺台灣我哋有時候叫佢個過魚或者係九道魚。呢個種魚全身軟趴趴嘅，水分含量非常高，剝磨上嚟就好似豆腐一樣滑嫩。所以先至有咗呢個名，因為佢時喺太遠啦，離開水面後如果唔敢快速理，好容易就化掉。呢度致佢好難活體運輸，更別着養殖啦。再加上佢嘅價格非常便宜，生命週期又短，海裏嘅產量好穩定。雖然佢平，但佢嘅口感確係獨一無二嘅。佢嘅肉質嫩到幾唔使咀嚼，入口即化。對於牙口唔好嘅老人家或者係正在生病需要好消化食物嘅人嚟講，用豆腐魚煮湯或者係裹點粉炸嚟食，咁種滑溜溜嘅口感真係會讓人覺得好驚喜。呢個亦都係一種完全唔使擔心食到人工生長激素嘅安心魚。聽完呢8種魚嘅故事，你係咪都覺得大自然真係好神奇㗎？呢8種魚
白帶魚、馬膠魚、人雙小黃花魚、秋刀魚、剝皮魚、沙丁魚、豆腐魚，佢哋因為各自嘅習性同生理特質，堅守住野生嘅本能，拒絕被人類馴養。不過維森喺呢裏亦都要給各位一個貼心嘅小叮嚀，因為呢啲魚大多係深海捕撈或者離水即死，我哋喺市場上睇到嘅基本上都係冰鮮或者係急速冷凍嘅。呢個時候挑選嘅眼光就好重要啦。當你喺挑呢啲魚嘅時候，記得維森教你嘅呢幾招。首先係睇眼睛，眼睛要清澈明亮。如果片得渾濁或者勾陷落去，咁可能就唔係太新鮮啦。再嚟係睇魚身紋雙呢一類嘅魚，要睇鱗片係咪還算完整，有黴有光澤。如果係白帶魚嗰層銀粉，如果脫落得太嚴重，變成咗灰暗色，咁最好就唔好買啦。最後係按一按，用手指輕輕按一下魚肉，如果好有彈性，按落去馬上回彈，咁證明呢魚剛上岸冇抖。如果按落去一個坑，半日起唔嚟，咁肉質可能已經變質啦。呢啲野生嘅海魚本身鮮味就好足，買返幾後其實唔需要太複雜嘅調味，最新鮮嘅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簡單嘅烹飪，清蒸、乾煎或者煮一鍋乾絲清湯，就能夠將大海嘅精華通通食進到嚟。今日嘅分享唔知大家聽了有沒有覺得食指大動呢？其實啊，生活到咗我哋呢個階段，追求嘅唔再係五光十色嘅排場，而係一份實實在在嘅安心與健康。呢8種堅持喺野生環境中長大嘅魚，就似我哋呢一代人一樣，雖然歷經風浪，但依然保有最純粹嘅本質。佢哋係大海給予我哋最慷慨嘅禮物，唔需要人工嘅雕琢，本身就係最完美嘅滋味。下次當你走進菜市場睇到呢幾種魚嘅時候，不妨買幾條番茄，唔管係為自己係為家人，做一道簡單又營養嘅魚料理。喺品嘗嗰口鮮甜嘅時候，你可以同家人分享今日聽到嘅故事，告訴佢哋呢個係有錢亦買唔到養殖嘅，係真正嘅海味喎。希望我哋每一位朋友都能夠喺呢啲天然嘅美味當中，吃出健康，吃出快樂。如果你記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或者你有咩挑魚煮魚嘅獨門秘方，亦都歡迎喺底下留言告訴維森。我哋就似老鄰居一樣，多交流多分享。感謝大家今日嘅陪伴。呢裡係滋味人生，我係維森，我哋下次見。祝大家平安健康，胃口常開。